挖了个擦。乔峰开局自带3级段，这个辽兵统帅还有的活路吗？镜头一转，还得从30年前开始讲起。雁门关外山高险峻，路上行驶着一辆马车，坐在前面赶车的是一位契丹人，他叫萧远山。别看人家是个契丹人，但这山歌唱的就是好。坐在轿子里面的夫人也忍不住的吼上几嗓子。雄鹰展翅后，战士马永追。萧远山一家3口开心地唱着山歌，就差吃个火锅。殊不知前面的山崖上有数十名早已等候多时的杀手。就在他们的马车踏进雁门关时，危险就在一步步地朝他们靠近。进关还没走多远，马车就停了下来。原来是前面的路上横七竖八地躺着数十名死尸。萧远山为娘子拉上了帘子，他亲自来到前面查看。这时四周的山崖上一颗石子掉落，他知道杀手们就在附近。果然10几名黑衣人全部亮相。这是一场早有预谋的伏击战。萧远山是丝毫没有怯场。这些人是你们杀的，你们匪徒！手无寸铁的萧远山只用2只大手迎战黑衣人。他看到一旁的黑衣人老大此时还不动手，想必他一定是高手中的高手。在他被围攻之时，萧远山使出了一招大鹏展翅，瞬间2名黑衣人就被弹出了数米之外。虽然力道上很给力，但是萧远山计算错了出力的方向。2名黑衣人爬起身来，发现身后的马车距离自己非常的近，于是2人准备先杀了马车上的人再说。但他们也好像打错如意算盘了，被瞬移的萧远山2掌将其毙命。萧远山调转马头往后方撤去，自己则是留下继续阻拦杀手。眼看马车就要往雁门关外跑去，站在山上的黑衣人头领坐不住了，他一脚踹断了身旁的小树苗，小树苗直飞那辆往回奔跑的马车。当拦住了马车之后，黑衣人的宝剑终于出鞘。就在这千钧一发时刻，萧远山阻挡在了黑衣人的面前，暂时保住了妻子的安全。但是黑衣人岂能善罢甘休？在2人的打斗中，黑衣人的长剑被萧远山击飞，插在了山崖上。2人继续赤手空拳的对战。山下就是悬崖，谁也没有服输的意思。今天必须有一个人死在这里。由于山崖上拳脚施展不开，他们从山崖上打到了一处平地，这里既能大展拳脚，又能利用地面的小石子。